大家好，我係 Raymond，我係香港朗廷酒店禮賓部嘅泊車服務員。我係呢一間酒店做咗8年，之前係一位職業司機，車旅客去觀賞香港唔同嘅景點。咁多年嚟咧，都選擇做服務性行業，係因為我好中意認識咗唔同地方嘅旅客，了解到佢哋嘅當地嘅文化之餘，亦都將香港本地嘅特色分享俾佢哋。除咗介紹市區裏邊必去嘅景點，最重要係發掘更多隱藏美景，令旅客都探索到香港嘅自然美。可能因為我係隻狗狗啦，所以平時放假嗰時我都會帶佢去行山，借呢個機會可以發掘咗好多香港嘅隱藏美景。有一次我介紹咗城門水塘俾2位歐洲嘅旅客，咁我就車咗佢過去啦。途中咧，我帶咗佢去食咗碗車仔麵，令佢哋體驗到香港嘅地道風味之餘，亦欣賞到隱世嘅大自然風光。香港係一個繁華嘅大都市，但喺我眼中唔單止有高樓大廈，亦都有隱藏嘅自然景色，值得旅客去探索。我會繼續宣傳香港嘅不為人知嘅迷人美景，令更多旅客都會話，原來香港有咁多咁靚嘅自然風光。聽到呢句說話，我就會好開心。